中国外长在展望2022年外交工作时称，中国不怕与美国冲突，并会奉陪到底。在有关美中关系的议题上，王毅说，美中关系之所以遭遇严重困难与多重挑战，根本原因在于美方对中国和中美关系做出了战略误判。中国网球女将彭帅在微博上发文指控前中国副总理张高丽性侵她1个多月后，突然改口称从未指控任何人性侵。彭帅周日首次接受中国境外媒体访问时表示，自己从未说过与写过有任何人性侵他。世界女子职业网球协会表示，中国女子网球名将彭帅今天露面，但该协会并未减缓对她的健康与安全的担忧。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他们向美国和北约提交的各种安全保障提案尚未收到具体回应。当被问及北约在俄罗斯边境部署武器的可能性时，佩斯科夫说，当然，对任何人来说，部署可能对我们的边境构成威胁的各种武器都需要采取适当措施来稳定局势，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秘密。在欧洲，欧米克介毒株的威力正在显现，继法国后，德国也有最新动作，宣布自20日起，英国将被列为病毒变异地区。从英国入境地区的德国人员将受到严格的限制。德国目前实施许多限制措施，受到最大影响的是未接种疫苗者，他们被禁止进入绝大多数的公共场所。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媒体星期日播出的一段采访中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杀手，并批评新冠病毒给全球带来了灾难。特朗普说，他是个杀手，但我曾经与他关系很好。新冠病毒一来，情况就不一样了，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国家，它破坏了整个世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了一系列关于木星的最新发现与照片，以及一段录音。据了解，朱诺号宇宙飞船正在收集有关太阳系最大行星起源的数据。它最近发现了一系列新数据，其中包括一艘宇宙飞船环绕其一颗卫星旅行时发出的声音文件。朱诺号于2011年发射升空，并于2016年7月开始绕木星轨道运行。维吾尔集中营幸存者托尔苏纳伊·兹亚乌登今日接受了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被迫在中国一个拘留营服用绝育药。他说，如果他们不停止，我可能会死。兹亚乌丁于2017年在东突厥散被警方带走，护照被扣留，并被带到距他村30分钟路程的再教育营。他说，他在这里经历了可怕的事情，被迫唱共产主义国歌，并重申他没有穆斯林信仰。在他患有健康问题后被释放。